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，今日同大家慢慢傾下偈。Hello，我係小青。今日個題目都幾辣喎，中年創業好唔好？應該好多人一聽就心鬱鬱。係啊，特別而家成日講斜槓人生，但係到30、40歲先創業，好多人都會驚，會唔會太遲啊？輸咗點算啊？不如你先講，你身邊有冇中年先出嚟創業嘅例子，成功定踩坑多啲？我有個前同事做咗10幾年 marketing， 41歲頂唔順打工仔生活，出嚟開咖啡店。前2年真係好辛苦，日日企足10幾個鐘，但係而家捱過咗，做咗品牌，開始揾到定期客。咁聽落幾勵志喎，但你有冇見過係冇咁理想嗰啲？梗有啦，我另一個朋友中年失業，心諗不如創業搏一鋪，但其實冇諗清楚做咩，好快就俾鋪租、廣告費燒乾晒積蓄，半年之後收檔，仲要翻去揾工。咁即係話，中年創業最大分別唔係年齡，而係你係有準備嘅選擇，定係被逼出嚟搏？冇錯，中年啲成本唔同啊，有屋貸車貸，小朋友學費，可能仲要孝順爸爸媽媽，唔可以好似20幾歲咁輸得起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中年都有優勢喎。第一，你有行內人脈同埋經驗；第二，你比較知自己中意乜，唔中意乜；第三，你對現實有概念，冇咁易俾人吹到上天。我覺得最大優勢係知道自己為乜。好多中年創業者其實唔係單純想發達，而係想控制自己時間，或者想做啲自己認同嘅嘢。咁我問你啦，如果有聽眾38歲喺公司做到好暈，開始諗不如辭工創業，你會同佢講走，定再諗耐啲先？我會同佢講，先唔好遲先。第一步，夜晚同 weekend 當 side project 試水溫，證明你真係捱得辛苦，又揾到第一批客，先再諗 full time。即係先證明有人會俾錢你，先好 all in，唔好只係覺得自己呢個 idea 好正就衝。仲有要計數，你要問自己3條問題：一，有幾多現金流可以唔收入都頂幾耐；二，屋企人肯唔肯一齊捱；三，你最差嘅 plan B 係乜？我好中意你講 Plan B 嗰樣，中年創業其實唔係型到要破釜沉舟，反而要諗清楚，如果失敗，我點樣重新站起身？而且中年創業唔一定係開公司開鋪頭，可以係做 freelance consultant、online course、content creator，慢慢由個人品牌變生意。有時創業聽落好大，其實可以由幫人寫 proposal 做設計，幫人搞 social media 開始，一個客變2個，再變5個。你自己如果40歲，會唔會創業啊？我會，但係我會好膽細，我會 keep 住份正職，先用1年試清楚個生意模式，再慢慢減少打工時間，因為我真係好驚突然冇收入。呢個就係中年心態，穩陣唔等於冇夢想，而係用風險可控嘅方式追夢。咁總結下啦，中年創業好唔好？我覺得唔係好定唔好，係啱唔啱你。如果你有清晰目標，有現實計劃，有心理準備接受失敗，同埋家人支持，中年創業可以好精彩。但係如果你而家只係因為份工唔開心，就衝動辭職話要創業，咁中年創業就好危險，可能令你壓力更大。所以，與其問中年創業好唔好，不如問我想要嘅生活係點，創業係咪真係唯一條路啊？希望今日呢集可以幫大家諗清楚多一步，無論你揀創業定繼續打工，都記住條路係自己行，就要為自己負責。多謝大家收聽茶餘飯後。如果你哋有中年創業故事，都可以同我哋分享。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傾過，拜拜。